出埃及记第11章第10个灾难的警告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我要搁降一个灾难予埃及王甲埃及，后来伊才会放恁离开遮。伊放恁离开的时，会逼恁赶紧对遮出去。你得甲以色列人讲，无论男女，逐个人拢着对因的厝边讨金器、银器。上主予以色列人得到埃及人的好款待，佮摩西这个人伫埃及地嘛受埃及王的人神甲人民看做伟大。摩西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昏暗半暝，我要伫埃及地行透透，所有埃及地的大囝，对坐王位的埃及王，到话无的女婢的大囝，以及拢总头上生的精生，拢会死。埃及全地袂有哀伤啼哭的声，以前毋捌有，将来嘛袂阁有。毋过伫以色列人的地区会真平静，连狗仔都袂甲人还是精生吠。安尼要互恁知，上主有分别埃及人甲以色列人。你所有的人神要来见我，趴伫我的面前，讲：拜托你甲军队里的人民拢离开。后来我才要离开。讲煞，摩西气噗噗离开埃及王出去。上主捌对摩西讲：埃及王袂听你的话，所以我要伫埃及地行搁较侪新业。摩西甲阿伦伫埃及王的面前行这一切的奇事，毋过上主予埃及王的心意，毋放以色列人离开伊的地。